我们学习一门外语，它有一个过程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刚学习了一些东西，你没办法直接去用，因为你的词汇量和你的发音都不够。然后我们就应该自己跟自己练习，比如说，记日记，比如说用谷歌翻译器来翻译自己不会说的一些句子。今天我就在谷歌翻译上面这样写：Today I woke up at 6. Manta Wahan Saotose Lika Subadi. I prepared breakfast for myself. Kurah ayam naftada u di yari. 就是早上我给自己做了早餐 ，Kurah 是早餐 ，Manta Wahan Saotose 这些我都已经学过了。迪亚里准备的过去式，它的标志是后面的 y。然后 I sent a message to my wife. Haskega 是妻子 ，Kega 是我的妻子。我喊发令乌迪雷是传送信息 ，Has 是妻子 ，Kegi 是我的 ，Haskegi 我的妻子。Bakan 这个时候就当什么时候 ，Kurahadi 早餐 ，Dame 完成早餐 ，Dame 是完成，也是过去完成时，过去一般时。Wahe 一股 ，Wahe Waleba 这个还没写完，是 Wahe E Shekte E Wahe Waleba 古力嘎，古 Wanaxen 也hin。Wahe 是代表他，女的他 ，E Shekte 他说 ，E 是我 ，Shekte 是他说 ，In 是引导一个从句，后面是 Wahe Waleba 就 everything 所有的事情。Ku Fian Yihin， Fian 是好的，Yihin 是他们都是好的，古力嘎是家庭。哈卡为了为令，不需要担心。哈卡为了为令，不需要担心。Sodom 30 ，Sodom Dakiko 30分钟。Waham Balate Afrika Somaliga Afrika Somaliga 的是索马里 Waham Balate 就是我学习了 ，Balate 是代表我学习。Moodle 是花费多长时间 ？For 30 minutes。我喊阿迪斗纳，阿迪斗纳是一个将来时，阿迪是走，斗纳是会走，然后马嘎拉达是城市，萨阿达这是时间，萨阿达，然后后面是8:30，然后我这篇小日记、小作文就这么写好了，这样子就是复习了之前学过的一些单词啊、一些句型啊。然后而且也就是相当于把语言学习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去，甚至以后可以用这个新学的语言去做一些笔记啊什么的，这些就不会觉得学习是那么无聊的一些事情。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再见吧。